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8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来关心疫情，昨昏咱的本土个案有94000多例，中重症甲死亡的人数是又搁创高一天上界悬的纪录，中重症343例，死亡案例有126例。因来针对国外这彭博社发布讲，全球防疫韧性上升的排名，台湾排尾段。但市长表示讲，这疫情长伫咧拖，真正常。安怎甲医疗量能保护掉，兼顾社会安全甲经济，是即阵长伫咧拍拼的。新冠本土疫情持续升温，日礼拜5新增加94808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台中、高雄、桃园等4县市新增加病例2万多例，也是以新北市新增加19000多例上济。中重症新增加343例，死亡有126例，拢创下历史上单日新高。126位的死亡个案当中，有慢性病的是占113人，那85人没有接种满3剂的疫苗，年龄超过80岁的有73位。本土疫情严重，儿童疫苗也当赶紧伫做，按各部分县市的儿童辉瑞疫苗预约真紧就互抢了。对这个代志，指挥中心阁强调，儿童疫苗的量一定有够。即嘛是因为各县市甲疫苗先留互学校来做，按过因为学校停课，家长会先带囡仔去病院做，毋则会造成疫苗欠缺。所以即嘛已经协调地方，甲部分疫苗先刷到医疗院所。家长们很心急，就会跑到这个医疗院所来预约。然后，因为控留在保留给学校比较多，所以在医疗院所相对会少。另外，针对外国媒体彭博社发布最新的全球防疫能力排名，台湾列伫个尾啊第3名。对这个代志，但市长是讲这真正常，这是 Omicron 疫情每一个国家一定爱行的路。在 Omicron 这段时间，这个疫情的起来是每一个国家必经之路。那怎么样在这个必经之路，能够让医疗药物还有整体社会的一个安心、安全跟经济的一个兼顾，那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但市长是讲，目前本土疫情是伫个高原稳定期，真有可能持续2礼拜，所以呼吁长辈集会人赶紧甲3剂疫苗注好。到目前为止，国内第1剂疫苗注射率是87.45%，第2剂是81.61%，第3剂对加成是64.9%。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即马进入高原期，有专家就估计，讲这波疫情可能会有1万人死亡，尤其长照机构会是重灾区。因是呼吁政府呢，爱赶紧互老大人甲长照机构的患者用抗病毒的药啊。新冠本土疫情进入高原期，有专家预估，高原期也可能互死亡人数继续增加。高原一直没有掉，所以我们就预期说。昨天这个死亡人数呢，也会至少维持1-2个礼拜。另外，国内中重症27新增加343例，死亡126例，双双创下一天内底史上的新高，一天致死率超过1/1000。有专家分析，若是以香港、新加坡甲韩国的致死率，加上台湾2002年季节性流感的致死率来推估，台湾这波疫情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万人，尤其是长照机构恐惊真侪重灾区。80-90岁的老年人呢，我想这个投药的效率呢，大概会稍微低一点，我给他估计是50% 的有效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估计就是1万。死亡的人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特别是70-80岁以上的人那因为这些人他一感染以后，可能因为他本来的潜在性的疾病，那会导致他的恶化。专家强调，死亡人数是靠后壁的指标，主要是反映前一波感染的高峰。当情病的恶化结果，若是未来1礼拜一天致死率依然是继续升悬，代表医疗量能有进步。呼吁政府应该对确诊的、较侪回老大人甲长照机构的居民马上开药才有法度降低重症甲死亡风险。另外，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总计到2楼全台总共有919间小大型长照机构发生怀着事件。其中工作人员为着3560个，居民是有8912个。过去6天，总计死亡病例内底有260是长照机构的居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即阵累计讲囡仔确诊了后转重症的个案有18例，死亡个案8个内底有5个拢甲脑炎有关系。指挥中心是宣布讲，6岁以下囡仔一人会当免费领5支快筛试剂，对6月初1会当领到6月底。
接受医师评估，确认身体状况无问题，有着增强保护力。为咗家长带囡仔去注射暂注辉瑞儿童疫苗，因为国内目前已经累积18例儿童重症，8例死亡，有5例死亡跟脑炎有关系。如果一旦在小朋友引发所谓的脑炎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是攻击可能整个脑部，影响到我们脑干的一些生命中枢的一些功能，甚至会影响呼吸、血压。面对儿童感染数增加，指挥中心也宣布6月7日至30，0至6岁囡仔家长会当提健保卡，免费去快筛实名制的据点领5份家用快筛。6月1号到这个第2轮要开始之前，就留给这个小朋友的爸妈或他亲友去领这个免费的，那这样的分流会比较好，才不会说你现在第1轮的又挤到后面来，因为我们这总共的大概0到6岁，我们现在目前统计初估大概有124万人，全体的国民大家可以稍微自动分流一下。另外，新冠儿童镜头相关指引中有提醒，儿童脑炎会有目睭脱窗的情形。指挥中心讲，囡仔常常出现这个情形，要注意，这是属于突发性镜头。令目睭乌人向顶悬倒边正边偏煞这种无自主运动，表示影响目睭的视神经肌肉有无自主放电的情形，这可能是病情影响到囡仔的中枢神经，这是脑炎发作前的镜头，家长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理在今仔日呢受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的地震雨，其他所在拢是多云的天气。过昼呢会有局部的雷公雨，各地日时的温度会回升。中南部这温度上悬会有34度，咱到底来去看温度。今日的方面呢是豆豆向北刷离开台湾，各地雨水会较减，天气会变稳定。不过受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偏湖、金门、甲马祖要注意有局部的地震雨或者是雷公雨，愈暗呢雨会愈落愈少。其他地区是拢多云。气温方面，北部甲东北部的这个地区高温大约29度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约是33度。日时会比较较热，早暗暝低温大约23度，且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来讲，日本政府呢，即马宣布讲6月7日开始要重新开放，予外国的旅行团入境来观光。不过，咱国内呢，即阵又是禁止旅行社出团。不过，正有咧风声讲，观光局当伫咧准备要放令啊。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这开放边境是紧早晚的代志，相关的政策后个月就会出来。国外赏美景、食美食，论真久啊，是毋是着急想要出国旅游啊咧？日本政府宣布6月7日开始开放外国旅客由旅行社组团入境日本观光。台湾目前观光局还有一个旅行社出团禁令，所以等于这边还是会卡住。日本重开国门迎接国外观光客，不过对台湾的旅行社无一定是好消息，因为受限中央的组团禁令，目前也是禁止旅行社出团，也甲接待国外的旅游团违规上当，各会罚5万。那因为考量到国内目前的这个疫情状况，所以在跟指挥中心在联系的过程中，其实还要通盘考量到国内的疫情。但是下半年这个部分，如果国内的疫情趋缓的话，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有机会的。禁令什么时阵放令？观光局是讲开放时间有希望伫下半年实施，不过也是要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而且日本政府放令边境管制，外交部表示，台湾予人列做风险上低的南区，6月7日开始入境日本会当免除体检甲隔离，不过也是必须事先申请签证。另外，有医师对日本政府的新政策感觉会烦恼。蓝色加黄色的国家，总共应该就是超过200国，等于是几乎没有设限哦。这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怎么忽然冲得这么快哦？有关于在边境。那因为世界各国也都在开放，那前段时间我也跟大家报告，就是那个就是台湾这个边境的开放，这也是迟早的事情，必然要做的一件事。看日本放令管制，咱台湾什么时阵边境才要开放？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后个月政策陆续会出来，不过方向要甲各部会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查详亲咱到底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联合报。
促转会昨向行政院交177万字的总结案报告，宣告任务结束。针对中正纪念堂转型的议题，促转会建议讲，把大厅的灯箱刷走，改变园区整体以轻轨以上为主的这个空间设计，估计2027年会完成转型。再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长王美花宣布讲，电动车专用的电价后礼拜一就会正式实施。离峰甲尖峰的用电时间达到上最差到6块，会甲离峰时间悠长到18点钟，分散用电。算咧电动车的专用电价一年落来，甲石油车比起来升14000。再来看中国时报。主计总处昨公布上新的经济预测，宣布今年经济成长率是3.91%，比顶届预测的60块60.51%。这甲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升利息、中国一寡城市封城管控，也个国内疫情压悬，拢有关系。来讲，罗西亚即阵是继续集中火力伫咧拍乌克兰的东部卢甘斯克州，即嘛是差不多拢去互俄罗斯的军兵来掌控。北顿内刺客呢，即几天也是增加真厉害。乌克兰的官员正就表示讲，乌东的战事已经来到开战到打上界激烈的抗战。乌克兰的总统是讲，战争准若要收煞，恐惊乌克兰要是爱面对现实，甲普廷对话。伫炮火攻击了，车路的点仔甲石头拢翘起来，规个鸟臂拔，抑阁一直听到炮声。俄军继续集中火力攻击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差不多规个拢互前俄罗斯的部队甲俄军掌控。北顿内茨克是目前唯一也互乌克兰掌控的城市，民众拢希望赶紧恢复正常生活。I must survive. I don't think about those shellings, bombings, explosion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I just have to, or even must survive. 乌克兰讲，乌东的战事已经升悬到开战以来上激烈的程度，俄军已经占领真侪战略的城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乌克兰并无五望甲俄国总统普廷对话，不过乌克兰就要面对现实，这可能是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Є про що говорити з лідерами Росії. Я не говорю, що 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у наших людей є бажання говорити. Я підкреслюю, що великого бажання немає. Але є реалії, в яких ми мусимо жити. І будемо жити. Чого ми хочемо від цієї зустрічі? Ви запитали. 个人无能讲是讲，是毋是要等由乌克兰方面决定，也毋知影因要伫啥。Постоянно делают заяв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ат друг другу. Это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понять, чего же хочет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и готова ли она проявить трезвый подход и осознать ре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俄罗斯、乌克兰两个国家顶一遍面对面谈判是3月29，双方虽然有沟通一段时间，不过即马拢讲对话已经停落啊。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了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美国头一份的中国政策，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无改变，颠倒是中国一直扰乱台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因为美国呢无把台湾列入印太经济架构的名单内底，正受风声讲是美国暗算甲台湾展开类似 IPEF 的经贸会谈，重点会放伫咧贸易甲供应链。美中关系维持竞合局面，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讲会用军事保护台湾。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上新的对中政策演讲，提起美国无寻求甲中国冲突，也是发起新冷战。美国并无要甲中国摆伫伫全球经济体系外，愿意伫气候变迁的议题甲中国合作。伊佫讲美国的一中政策无改变，佫讲中国对台威胁大大增加。While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Like trying to cut off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blocking it from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Beijing has engaged in increasingly provocative rhetoric and activity, like flying PLA aircraft near Taiwan on an almost daily basis. 美方他们在事前已经分别在华府以及台北就国务卿演说向我方来进行详尽的简报。
外交部我们乐见布林肯国务卿再次重申，美方坚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布林肯指出，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对台政策并无改变，也是持续提供台湾有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学者分析，美国用行两步退一步的方式经营美中关系，不过有朋友围堵中国霸权扩张，台美关系升温都是上好的例。台海情势发展加强，是不是恶化？大家关心。现在呢，只是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跟美国的盟友呢是在团结合作抗中的这个部分呢，就一直在加码。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量的增加。那量的增加是不是到了一个定点了以后呢，会产生质的改变？这个就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外国媒体偏颇社报道，美国为了提升美台经贸关系，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头一轮名单并无纳入台湾。不过传出台美要展开双边经济会谈，议题包含台美贸易投资架构协议，会甲 IPEF 议题相共，以贸易便利、供应链问题，也甲农产品贸易者的联系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代替公司化差尾20年，总算伫咧昨立法院三读通过。所以来个有16项的主法，年底也会完成审议。代替企业工会是表示，主法的部分准也无法度甲中央达成共识，所以来中秋、双十连假甲选举，因拢会依法来休假。国会因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制定通过。代替公司化条例日前立法院议会正式三读通过，未来台湾铁路管理局会转型做代替公司，公司将由政府投资经营。交通部也发声明稿，强调后续会在年底完成16项主法，并确定公司组织，一定2024年1月完成公司挂牌。所讲的代替公司化条例，就是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拢总有23条，有纳入代替工会版的意见，包括设立安全委员会、资产处理方式。现存登记税务，交通部必须设立基金清零，公司化了后，确保员工的权益，也甲过去配合政府政策，造成了钱要由政府负责补贴。27年没有调整票价，是你们政府所横生出来的一个负债的问题。债务你要公司可以。要先归零。代替企工认为通过的公司化条例伤过老草，不过已经成立敢来当接受，所来会注重16项主法的修订，若做无法度达成共识，所来中秋双十连假会依法休假。不符合我们的员工未来的一个期许，后续3个节日的部分里面不配合加班的后续的一个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违规停车一案引发讨论。台北市警察局表示讲，这几天外界拢高度伫咧关注，有的甚至风声博野，所以决定讲要甲密录器的影像公布出来。徐卡心本人是讲，真若有人搁在黑白讲话，迫害伊的名声，伊就会采取法律行动。为了杜绝外界持续以讹传讹，所以我们特别请信义分局要公布密录器的影像，以昭公信，同时维护我们警方执法的公信力。反正你要看就开啊。我意思是说，之前我问过很多次，都是说如果车上有人的话，是直接劝导，然后你在开之前的话是。那刚才车上没有人。开走，不是，他要马上下来了嘛，对不对？马上，那我们再回去讲啊。不用回去讲啊，就请离开就好，谢谢。国民党提名的立委主办案要去选台北市长，昨伊是去找马英九当面来向伊请教。不过民进党团呢，即马犹未有提名的计划，外界就咧要讲，这卫福部长陈时中甲交通部的前部长林佳龙，拢互认为是真有可能的人选。特别是林佳龙又搁伫咧 FB po文，讲这首都12大项的政策，希望来争取党内的定调。因那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是讲，伊简单关心疫情，无关心选情。国民党25正式定调，党这立委蒋万安到明年底台北市长的选战。早起蒋万安先请教前总统，也是捌做过2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城市的发展是延续性的，经由过去经验的累积，才能让台北市在既有基础之下永续的发展。对于台北市政，我会用创新的思维、科技的手段、永续的精神来执行我的市政愿景。蒋万安提出市政环境的牛肉，开启参选的力度。
不过，民进党到即阵以外也未启动提名的作业，一直向点名参选的卫福部长陈时中，最近对着选举拢无啥要讲，强调关心疫情。不过，前交通部长林佳龙27是经由面试发布首都环境的未来想象，也提出12大政策计划，表态争取党内定调。另外，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带着行政的资源优势，党中央真受到关心甲注意。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准备了。还是那句话，我们只关心疫情，不关心选情。民进党立委蔡壁如讲，黄珊珊原先规划台北市议会会期结束了后，就要离职来参选，不过拄到疫情爆发，只好延后。若是要等到全台疫情稳定，恐惊上紧嘛要到7-8月。记者综合报道。日前讲非洲猪只拖入来台湾，农委会即马是拍算禁止家庭的油喷直接送去饲猪场，要求讲这喷就要先煮过。不过饲猪业呢是真烦恼，因讲这煮喷的设备拢还未起好势，就禁止，产业界会受到真大的伤害。因是希望中央就爱重视。防范非洲猪只农委会按算要限制加护喷直接送到猪条，猪农表示，因认同禁止加护喷直接送到猪条，会使降低风险，但是建议分区分流来实施，而且要有充分的配套措施。家务厨余量占厨余的40%，少了这40%，黑猪怎么继续维持下去？先辅导在外设立这个整猪场，再来限制进场。上级单位可以给我们所谓的规范辅导我们农民配合。农委会表示，台湾边境自去年9月到今年4月，已经查到700多公斤的猪肉商品。烦恼若是有病毒的商品流入去民间，会造成防疫的破空。其中加护喷就是高风险，可能会互染到的。农委会强调，政策不是要禁止用喷饲猪，是要求加护喷要先煮过了后，才会使送入去猪条饲猪。只要在养猪场的外面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场所。那经过蒸煮以后，再送到养猪场里面去给猪吃，这个我们一向都没有禁止过。只要找到适当的土地、适当的地点，那包括设备，我们也可以来协助。猪农表示，若是无先甲集中催猪场先设好势，就硬要先禁止运送，产业会受到真大的伤害。农委会表示，已经搬点废弃的猪条，希望转型做催猪场，某咧地区辅导成立液态饲料工厂等等，会以多元的方案来协助。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为着找出无记的音乐创作人才，教育部办台湾地方特色歌谣的创作比赛。今年是第2届，计共有13个人得奖。摕到第2组得优奖的创作者叫做陈静怡，伊对高雄大树族群的历史出发，写一首歌叫做《无水疗》，咱斗阵来去听。这条台语歌无水疗暑假曲拢是演唱的这位陈定基所写的。这届参加教育部举办的第2届台湾地方特色歌谣创作比赛，得到台语的教师组的得优奖。其实我音乐内底有加入一寡算讲歌戏旋律的一个特色伫内底，有真侪刺字啊来表达。啊，音乐内底我用一寡传统的一个咱台湾传统的元素。歌词要回土地甲人，将高雄大树遐的砖头无水疗甲高曲动8当前自录小台温婉谱成歌曲，拄好伊甲红赛分别是这2种的人，嘛亲像放下过去两边结合，用音乐唱出家乡的人文。除了希望大家更能够领略这个台湾之美之外，也是把我们在地的音乐人才做一个发掘。教育部表示，自4当前就开始举办比赛，起头干那定选歌词、教导甲全面上，以客记台语等邀集各地作品，总共有13位得奖者。嘛有评审表示，真侪过去的歌谣传唱到大，嘛应该要有新一代特色歌谣来接棒，互更加侪人听到，通更加爱咱的土地。记者陈阿木李雄凯台北采访报道。下晡尾天气变化啥款，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
伫咧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伫咧东部23度到31度。金门、偏湖、马祖19度到29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